今日咧，我哋會講返公倍數嘅。首先咧，倍數嘅意思咧，即係話將個數字咧去不斷嘅擴大倍大。假設咧，我哋嘅數字係2嘅時候，將2乘以1，2乘1係2，乘完1我哋再乘2，2乘以2係4，2乘以3係6，2乘以4係8，2乘以5係10。由於咧，我哋可以不斷嘅去繼續乘落去，咁倍數咧就係無限嘅，可以無限咁樣乘落去。所以咧，我哋要計嘅時候，最先揾到佢哋共同擁有嘅倍數咧，嗰個就係最小公倍數啦。另一個數字係5，5乘以1係5，5乘以2係10，5乘以3係15。其實我哋都已經發現咗咧，2同5嘅公倍數咧已經揾到係10啦。由於佢係無限，咁我唔需要再揾落去啦。好，咁佢嘅最快出現嘅公倍數，我哋就叫做最小公倍數 LCM。LCM 呢，2同5嘅 LCM 呢就會係10啦，因為佢係第一個出現嘅。咁而我要揾公倍數呢，其實係可以無限去揾。點解呢？其實頭先我哋解釋過啦，倍數係可以不斷去倍大，不斷嘅去擴大。只要將10乘以1第一個，第二個10乘以2係20，第三個10乘以3係30。其實我就算揾到第100個都好啦，只要將 LCM 乘以100就已經可以揾到第100個嘅公倍數㗎啦。所以咧，公倍數都好簡單，只要係小心嘅去列出數字嘅倍數就可以㗎啦。同學們，俾心機喎。